这里是我以前的大学，台湾艺术大学。我觉得这边是对我人生影响蛮大的一个场所啊，因为这边其实我在这边认识了很多不同业界的朋友，还有同学啊。那他们都各自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文化，还有一些在艺术领域上面的一些专业。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，对我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摇一样，然后在学校第一次看到他吗？对。等一下那边吧，有一个环境很好，很清幽，然后很艺文的一个树荫下面，这个女生太漂亮了，气质很好，然后穿着打扮是就是我很喜欢这样，就我们算是很快就在一起了，聊天聊没有多久，就其实对彼此马上就会有好感，所以说，我们后来在学校里面也是我约他来，因为我知道他那时候还在念书，但我已经毕业了，他年纪比我小一点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约在学校里面见面。我在他课后的那个时间跟他说，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个我们是很艺文的哦，我们去当代美术馆哦看一个画展。就念艺术大学嘛，想要有个艺术气息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台新艺术奖就是刚好在办展，然后想说啊，本来就有计划要去看，那不如就择日不如撞日，就直接去。我觉得他很有才华，然后他那时候最感动我的其实就是他的作品，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他就丢了一连串的他的作品的连结给我，然后我每一首都听了，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。对，还有什么绿绿？有没有绿绿？这边没有绿绿，我们看前面有没有绿绿。好啦 ，finger style， 他也要打那个，要打一下，他要打一下。我觉得人生的乐章不会只有一种旋律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会继续创作，继续的让更多人听见这份真挚的感动。我认为，持续创作，持续分享，让大家能够一起感受到做音乐的这份热忱，我觉得是做音乐的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使命。这是我们用来分享我们的人生，用来分享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。